来关心公然侮辱罪哦，敢有侵害言论自由的保障？有民众申请宪法来解释，宪法法庭今仔是召开言辞辩论，申请的民众是主张讲哦，应该用民事赔偿来取代刑事的处罚。也毋过法务部认为，有不少人透过网络无签名来散布侮辱言论，若使讲无刑事的制裁哦，网络霸凌的状况恐惊会阁愈严重。媒体人办公馆不公开骂文件会指挥，被判拘役20天。几多年前已经立案服刑。亲像伊安尼是涉及到公然侮辱被判刑的一个作家张大春等人，因拢认为公然侮辱罪是侵害言论自由的保障，所以申请释宪。宪法法庭并按审理了，伫咧2号开言辞辩论。头发不好看是一个非常主观的看法，但是听到的人非常不高兴。就可能发动309条，这个范围因为涉及名誉感情，会使得它的射程范围极不明确。申请人表示，这种被认定的冒犯性言论，因为涉及到名誉感情，标准真无明确，才互过去反而伫咧判决时阵，有当时有罪，有当时无罪。若是互民众唔知要怎做，也伤害司法的资源，影响司法的公信力。主张用民事赔偿取代宪法，对名誉权侵害的被害人孤立无援，身心受创。加害人仗着躲在荧幕后方，肆意公然发表侮辱性言论，造成多少受害者因为恶毒的网络霸凌走上绝路。这种歪风不应该遏止吗？法务部是回应讲，虽然透过民事诉讼有填补损害功能，也毋过有更加侪被害人希望得到自我辩解的机会。尤其有的加害人是无公开出现，用媒体网络散布侮辱的言论，欠缺公权力，就无法度及时收证证据。若是无刑事制裁，恐惊互这种网络霸凌的情形更加严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